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老师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湾通信30张纪念特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5集，我是小嘉，也有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计共有2篇，头一篇是台语卡通影片的联想，作者是罗文杰。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第436页，线顶第10期第2页。第2篇是台湾戏剧对促进台语文的探讨，作者是陈清芳。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第444页，线顶第42期第6页。安尼，咱就为头一篇开始读。头一篇总共有6趴，无咱2个人来读头一篇好啊？谁要先来？我会当来读看卖。好，我去来，请头前3趴，互你来读。3趴好。若是有袂晓读的字，就直接跳过吼。咱读煞了后再来讨论。好，请。无问题。台语卡通影片的联想，真受少年囡仔欢迎的卡通影片，是伫日本时代的时阵介绍入来台湾的。迄当时卡通影片台湾话叫做漫画，是按日本话接入来的外来语。这几年受到华语的影响，漫画这句话渐渐无人咧用，就爱讲卡通影片，囡仔才听有。嘛会使讲卡通影片这句话已经变做台湾话外来语的一部分。虽然卡通影片真受囡仔的欢迎，伫台湾嘛真流行，但是用台语发音的卡通影片会使讲无半片，莫怪台湾囡仔袂晓讲台湾话。1年前，张英发基金会鼓出中心台语推广计划，看到这个需要，开始请专人将日本漫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魔女阿奇》代替更加天宫之城等10片卡通影片翻译做台语，而且聘请普罗的配音员将这10支片配音做台湾话。这套台语卡通影片最近推出以来，毋但囡仔爱看，连大人嘛真意爱。根据这套台语卡通影片的策划人叶国兴先生表示，制作这套台语卡通影片录影带的动机是为着要推广台语，想袂到会受到市面上的欢迎。叶先生毋但对台语真有研究，伊也捌留学日本，对日语有相当的造诣。毋知，同时伊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法硕士，是一位有国际观的台语文化工作者。叶国兴决定采用宫崎骏的卡通影片来翻译，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宫崎骏的作品真有人文精神，内容适合用来做儿童的语文教材。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文化甲台湾文化有寡所在真接近，翻译日本的卡通比翻译西洋的较简单，采用有教育性的外国卡通影片配音做台语，毋但会当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同时嘛会当将世界各国的民俗介绍予囡仔，帮助因用母语来吸收世界各种无同的文化。好，以上。好，感谢维克替咱读的头前3趴。我有听到几个字吼，第2趴下骹算起来第3纸，配音员将这10支片迄支，还有第3趴的第4纸，
造艺，你拄则讲袂晓读迄字叫造艺。其他诶，比如讲迄日本名，我毋知影要安怎读咧。你是读宫崎骏哦，崎骏哦？我无啥确定咧，敢有人知影？拄则我听话起应该嘛是，就是照即个汉字来甲翻诶啦吼。宫崎骏哦，宫崎骏，崎骏好。嘿，安尼迄无要紧，名诶部分较无遐尼。系啊系啊，遐尼严格嘿。敢讲有听到其他诶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咧？我想要做一个补充吼，就头拄仔小可有讲到第三拍第四抓迄个造诣诶迄个词啦吼。这本正就是一个属于华语诶部分。咱台语会当讲程度啦吼，对日语有相当诶程度安尼。这意思是共款诶，嘿，以上补充。好，感谢阿平诶补充。敢有其他诶朋友想要补充诶？若无，咱就继续后壁三拍。即摆有举手诶，即个是 In the Sky。In the Sky， 请讲。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头一届伫即个空间甲大家讲话。我有即个缘分，我感觉真欢喜吼。我台语有当时无够练转，嘛想讲要学转来。对于拄则即拍，我要提供一寡我对日本的一个直接的感想甲看法吼。因为即个宫崎骏，阮伫日本住的台湾人会讲宫崎骏，因为迄崎吼，Nagasaki的中崎，也是Kawasaki的川崎，拢会讲崎，所以宫崎骏吼，可能莫讲莫讲宫崎骏，应该叫宫崎骏。Miyazaki 还有，所以我是想讲要互大家做一个参考，来指正一下，看安尼讲是毋是较对。以上。好，感谢 In the Sky 补充吼，安尼咱就叫伊宫崎骏。伫咧第二拍诶第五章吼，有一个魔女阿奇啊吼，魔女阿奇，我想讲迄个字嘛共款是共一个字，所以咱嘛是该读奇安尼。好，咱敢有其他诶问题？若无后壁这三拍，若心敢有方便？好，安尼请。有看过即套台语卡通影片诶人，拢感觉即套录影带诶台语讲甲真水，甲电视闽南语连续剧内面所讲诶台语，听起来感觉真无共款。偏偏是台湾话，即套台语漫画，阁是按日语翻译过来诶。是安怎？即套台语漫画诶台语听起来比闽南语连续剧诶搁较有台湾味，搁较高雅。原因真简单，是出伫制作态度甲剧本诶问题。伫制作态度上，台语漫画诶赞助单位张英发基金会。主要诶目的是要推广台语，求好心切，严格要求台语适当诶用法，甲配音员诶敬业精神。闽南语连续剧制作诶目的是要趁钱。几年来，因为台语节目广告业务愈来愈歹。为着要趁钱，只好减少制作成本的预算。预算少，节目的品质自然就愈歹，收视率降低，广告业务就搁愈歹。安尼10-20年的恶性循环。闽南语连续剧的观众群已经伫有意无意的中间，互电视公司、广告公司定位伫中下阶层的人口。即套台语漫画的行销路线定位伫知识阶层的消费群。台语漫画受到欢迎。证明台语毋是干那流行伫中下阶层的语言，
高水准的台语影片，伫政治改严、台湾意识抬头的台湾社会，有相当开阔的市场，等待文化事业界去开发。伫剧本的处理方式上，闽南语连续剧真济并无正式的剧本，所有的只是用国语写的剧情本。戏剧内面的对话，完全爱靠演员本身自由发挥。台语漫画内面的对话，每句拢用台语汉字，还是注音符号写出。配音员则按照用台语写的剧本来配音，讲出来的台湾话，自然会比用国语写剧情的闽南语连续剧搁较通顺文雅。这套台语配音的卡通影片的制作，伫推广台语的理念上有真重要的突破。伫推广的对象方面，伊针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学龄儿童，这群人是决定台语存亡上重要的人口群。伫题材方面，伊注重趣味性，采用囡仔上爱看的卡通影片来推广台语。伫制作态度方面，制作人注重台语文化的社会性、将来性、国际性，无将台语的推广自我捆绑伫乡土性、怀古性的迄种汉人情结的陷阱。希望这套台语漫画的完成，只是推广台语的方向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出发。台语的保存，毋是为着要留伫故宫博物院的方言资料馆，是要互咱子子孙孙会当用咱的母语教因的阿公阿嬷，教因内心的感情世界。台语的推广，毋是简单要满足咱思乡的心怀，是要互台湾的农民、台湾的劳工会当用因上有效率的语言来吸收新的生产知识，也会当用因上喜爱的母语来享受因劳动的成果。好，以上。好，感谢马心替咱读后壁这3拍。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字吼，是第4拍，就是上长的迄拍，436页的正手边。顶悬算起来第6纸，后壁迄句话吼，这套台语漫画的行销路，你拄则敢若读行销，有4字啦，行销路线。哦，行销路线，歹势，行销，迄个行啦，主要是迄个行，你拄则读毋着啊，啊，其他的都无啥物问题啊。啊，咱讲阁有其他人有听着啥物字？有一个词吼，参大家讨论。那先读的第5拍上尾一句啦吼，怀古性的迄种汉人情结还是情结啦吼，我是咧想迄字吼，应该是读做结，吼，比如讲心结的结，情节啦吼，我咧想应当嘛是读情结，啊，看大家敢有其他的想法。以上。我都拍结嘛，就是迄个结，我是安尼理解的。安尼，敢讲有其他的字想要提出来讨论？若无，咱对即篇的讨论吼，咱留点第2篇读煞了，才来做伙讨论吼。因为咱后壁迄篇较长，啊，因为这2篇其实伊要讲的内容有一寡所在是会使做伙讨论的啦，譬如讲台语的戏剧啦，还是讲台语的漫画安尼，吼。所以我想讲，咱最后才来做伙讨论。好，啊，若头1篇若是无其他的问题，咱就继续第2篇。安尼，请阿明来继续。好，感谢小嘉。啊，咱现出时来看这本册的444页，台湾戏剧对促进台语文的探讨。作者是陈清芳。这篇文章真长，伊计共有31拍，因为伊文章真长，所以咱大家若咧读吼，可能迄个拍数小爱小可抓较济一丝啊。
好，咱先来看吼，咱阿阳敢有伫咧无回应？无伊等伤久啊，去泡茶啊。困去啊！啊，毋是即马咧8点钟搁咧看，你知无？好，看煞。好，无要紧，啊无咱请迄个 In the Sky， 咱这位新朋友，毋知敢有方便？大家好，我 In the Sky， 我会使试看卖，可能袂通顺，请大家去检指教一下。好，无要紧，甲你请教，咱是有看册还是看线顶诶？我看线顶诶，我无册。安尼好，因为主要我要甲大家报告，伫个册顶悬吼，有诶所在有欠字，像咱 In the Sky， 伊是看线顶诶，所以线顶诶即个版本较准。啊，毋过咱嘛是爱甲即个现场看册诶朋友做一个补充，有欠字诶所在。咱先来看第5趴，伊诶第2紙也有一句话，又个空间性甲时间性，迄又个会个后壁有加一字词。又个是空间性甲时间性，以上补充。好，咱即马先请咱 In the Sky 来替咱读，为第1趴到第5趴敢好，敢有方便？语文伫戏剧中的重要性，戏剧的演出有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活动中，拢占有真重要的地位。戏剧演出的形式。无论是对舞台剧演变到电影剧，也是电视剧，为着要表达剧情所使用的语言，拢甲迄个民族所通用的语言有真密切的关系，并且因为戏剧所使用的语言甲所要表达的剧情，那引起观众共鸣的反应，对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甲语言的表达方式，无形中就产生引导的力量。语言伫戏剧的演出中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并且是上基本的条件之一。亲像文学是用文字，音乐是用音符，美术甲建筑是用色彩、用形体，舞蹈是用身躯的动作。去做表现的条件，语言若无伫戏剧中充分发挥伊的功能，戏剧的演出就会减少，也是失去应有的戏剧性。戏剧的起源，无论东洋也是西洋，拢是对语言的表达配合身躯的动作开始的。上台先对一个顶台我袂晓讲，顶台先对一个角色的独白，演进到2个角色的对话，才发展到真侪角色的对话去传达预先设定的剧情。语言的表达方式有用讲的，嘛有用唱的，也是讲甲唱同时使用，这是有声的语言。另外，伫舞台剧中，用身躯的动作叫做躯体语言，也是伫电影甲电视中用影像的组合去表达剧的剧情，叫做影像语言。这是无声的语言，所以构成戏剧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无论是有声的也是无声的。现代戏剧演出中，综合运用布景、美术甲建筑、音响、音乐甲灯光、照明、幻灯甲镭射等种种的效果，是为着要加强戏剧性的效果尔。当然，用文字记载的剧本甲戏剧演出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完整的剧本会当当作是文学的一种欣赏，也就是戏剧文学。戏剧是综合性艺术，是同时有静态的文学、美术甲建筑等，甲动态的语言、音乐、动作等表现，又个是空间性甲时间性会通同时表现的艺术形式。但是
戏剧本身就是无其他的艺术，亲像美术、音乐，也是舞蹈等等会配合，只有语言甲文剧本的表现，也会通构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可见语文对构成戏剧的重要性。换一句话讲，戏剧主要是靠语文来表现的。好，感谢印第Sky，咱先到这。讲了真歹。买咯，我感觉读了真好呢。系啊，咱其实吼，咱先来看头拄啊印第Sky读的这个趴吼，几个所在。首先，咱先看第三趴第二节的所在，迄个字吼叫做上大声，吼大声啦，吼上大声，吼。嘿对，过来后壁第三节吼，还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剧情还是剧情，因为我拄则听你讲吼，敢若是读剧情，嘿，就安尼以上吼，感谢。现场朋友毋知敢大家有听到啥物想要做一个补充诶？我要补充，毋过毋是讲要掠包，就是可能 In the Sky 就头一回读册吼，有一寡变调诶部分较无关系，毋过我感觉迄毋是讲最重要诶，就是甲你提醒，我记一个就好啊吼。比如讲，上尾拍好啊，上尾拍你读诶，下骹算起来第二节吼，可见语文对构成戏剧诶重要性。迄个重要，后壁佫加一个字，我都会读重要性，嘿。我只是记一个啦，可能佫有其他的所在，我都无甲伊考起来，因为我想讲你已经读了真好啊，所以就甲你提醒一个，就是咱伫咧读册时阵吼，有当时啊伫看字，要去想着迄变调是会小可较慢一个，毋过无要紧，你若是加读歌，好，就会较熟手。系 ，OK，无问题，以上。感谢，系。好，应该大家也感觉佫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敢若无，咱就佫继续刷落读，请阿杨。好。那呢，咱请阿杨对第六趴即个第二点的部分拢互你啦，好无？好。第二点伊有诶所在较无法长，吼。好啊，请。等者，欠字。哦，对，歹势，我补充一个吼，阿杨要读的即个第二点的所在，伊第七趴较后壁的所在吼，咱一方面会通运用已经存，后壁其实爱接一字在，存在，欠一字在，安尼以上，安尼咱请阿杨来替咱读。台湾传统戏剧的问题。语文既然是构成戏剧的基本要素，语文也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真重要的条件之一。安怎用戏剧的演出来促进语文运动，就真值得大家认真用心来探讨。为了要促进台湾语文的普遍化，咱一方面会通运用已经存在，并且有人继续爱欣赏的传统戏剧形式。另外一方面，就爱打拼创作新的有够水准的戏剧形式。伫台湾时常演出的传统戏剧，是毋是拢会使摕来运用？若毋是使用台湾本土语言、原住民语言、河洛话甲客话的戏剧，对推动母语毋但无路用。反倒转来煞有败害，若毋是有关本土剧情的戏剧，毋但无咧推动家己的文化，反倒转来煞咧替外来文化做宣传。所以，伫台湾各种的传统戏剧中，咱就爱用第一，是毋是使用本土的语言甲第二，是毋是表现本土的剧情内容，这两个尺度去检验。才会通安心去运用，对所使用的语言来区分台湾传统戏剧的种类有：第一，河洛话；第二，戏啊，配南管乐；车鼓戏配民谣；歌戏配各种民间曲调；布袋戏、花影戏、咖喱戏等等；客话彩地戏、满地戏。配山歌、我毋知，地戏、客家歌戏、
竖兵戏、风行戏等，甲京剧的京剧等，原住民呢有丰富的歌舞，亲像丰收、拍蜡、祭天祭等等歌舞，但是无达到戏剧的形式。除了原住民的歌舞无发展到戏剧的形式，甲京剧是使用外来的北京剧以外，河洛话的歌戏甲布袋戏、客话的彩地戏，会使讲是上流行的台湾传统戏剧，真受台湾囡仔大细欢迎。但是真可惜，伫台湾用本土语言所演出的传统戏剧、传统剧，拢着穿中国的古装戏服，表现中国古早的代志。歌戏是安尼，彩地戏。阿阳是毋是登去对无？中央无声。无听着声呢。哇，哪会安尼？还是我有甲阿阳后壁这先替读。好啊好啊，你看伊拄则读到倒，你直接甲接落。好，会对迄个表演中国古早的代志遐啦吼，对13拍遮吼中遮。安尼，逐个阿阳来讲入来，我再个甲讲一个安尼吼。好，安尼我替阿阳先谈吼。歌戏是安尼，彩地戏是安尼，布袋戏嘛是安尼，甚至面谱、台步、表情、身躯的动作甲声调，大部分拢学京剧的迄套。无怪中国人讲台湾的传统戏剧是中国的典型戏。歌戏时常演的戏出、戏目。三匹英台、金山寺、白蛇传、空城计、三国志演技、教军好汉甲三娘教主等等，拢是用京剧做拿本演中国的故事。布袋戏的戏出嘛差不多是安尼。我较歹理解的是，现在有所谓古典布袋戏，人布袋戏红啊，若人到参像京剧所表演的一举一动，就是手艺上好的大师。这就互人疑问：台湾戏曲甲中国戏曲有啥物分别？有人随口讲，歌戏甲布袋戏是台湾文化的国宝。我想，这种文化的表现对台湾社会的歹处比好处较济。若是无根本的去改革，对推动台湾语文毋但无帮助，恐惊煞会变作阻力。伫40-50年代的时阵，有歌戏团。试验有关台湾本土的戏出，亲像甘国宝过台湾、台南文化奇案、拿刀仔，也是人道等等，可惜无继续发展落去。这是要运用传统戏剧去促进台语文，会通参考甲思考的一个方向。好，一拍第2点已经读煞。好，起先我要讲的是阿阳拄则读的部分啦。阿阳拄则读的部分伫个第10拍的所在，客话的彩地戏后壁的配山歌山歌第10拍就是顶一拍福佬话的白字戏啊安尼这是拄则阿阳小可较客的所在。好毋知大家现场朋友还有啥物所在要补充？无呢？无吼，若无安尼是毋是来换小嘉来替咱读这个第3点的部分？好啊，安尼无我开始。好。第3，台湾新剧甲文化运动的关联。比较台湾的传统戏剧，台湾的新剧虽然并毋是真发达，但是较好运用的一种形式。新剧是针对传统戏剧来讲的。因为台词是用日常用语甲对话方式来表达的，一般就称作话剧。新剧伫1910年日据时代就引进台湾，当时叫做改良戏，由日本人编导台湾本土的故事，亲像红礼帽、火车党啊、廖添丁、大贼、干火师等等，所编的剧本并无对白，只有无表说明剧情甲出场人物，男扮女角，用屏风做布景，
用武器的乐器做伴奏音响，找台北市的罗麻做演员，所以也互人叫做罗麻戏，并无受台湾社会的重视。后来1919年，伫东京的台湾学生张清澈甲吴三连等捌组织过演剧团，伫台湾也有明星社文明戏剧团的演出，素质提高，就受一般良家子弟甲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就称作文明戏。到20年代，因为有台湾文化协会的提倡甲推动，前后有中华新剧社、成功演剧研究会、成功剧团、民运新剧团、甲民风剧团等等的出现，素质搁提高一层，互叫做文化戏。台湾新剧的演出真正开始接近西洋戏剧的演出方式。当时的演剧，一方面是为着台湾人的文化运动效力来提倡新艺术，另一方面也为着政治运动出力鼓舞对抗日本人的统治。看迄当时演出的剧名，亲像《改良厨房》、《福活的玫瑰》、《良心的恋爱》、甲《自由花》等等，拢带有文化性、社会性甲政治性的意义。台湾的新剧进入30年代，演剧团的成员大部分虽然也是业余性的，但是当时较有台湾意识的知识精英，拢肯出力斗推动，也是实际参加演出，而且认真研究戏剧的编导演的方法。前后有台湾演剧研究会、蝴蝶演剧研究会、文化演艺会等等的组织，根据对新剧的5点信念：第一，语言爱用台湾话；第二，服装爱现代化；第三，剧情爱有提醒教化；第四，舞台装饰爱现代化；第五，演员爱有教养等等的认识，组团到台湾各地演出新剧。类似同时阵伫日本内地的小剧场运动，也是中国大陆左翼剧场运动，会使讲是台湾新剧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第一，当时演出数十出的剧本真少完整留落来，也是第二，演剧的实况无用影片记录起来，通互后辈做参考。不过，因迄种对戏剧就是艺术、就是文化、就是教育的认识，甲认真推动促进的态度，已经为台湾新剧建立了良好的规范甲基础。而30年代上值得提出的一个人是青光演剧研究会的主持人之一的张怡贤。伊伫1930年特别去东京竹地小剧场学习演剧的艺术，2年后返去台湾，就参加成立民风演剧研究所，公开招募研究生，聘请连雅堂甲台湾语、城村木甲文学概论、黄天海甲演剧概论、吉宗一马甲音乐、杨三郎甲美术，伊家己甲演剧史甲演技。1933年，伊搁到东京的舞蹈学院进修半年了后，返到台湾，就用演剧研究生做基本演员，组织民风剧团。
用当时上新的舞台布置甲灯光，效果设备，演出市公美的创作，陪组成春雄的原始人的梦，甲伊朴成的国民公敌等高水准的话剧，互用台湾话演出的新剧，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人士的空前重视，连日本人的大学教授都去捧场。以上。好，有几个所在吼，首先来看第16趴，算落第4抓，由日本人编导，迄个是刀，毋是刀，本条是第7条，过来应该是无啥问题啦，我听是安尼。有一个所在就是迄个戏剧甲戏剧有当时你会当伫遐咧思考真久，毋过你本正你都是咧讲戏剧的，所以你会讲剧就好啊。好，以上大家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阿杨，请讲。台湾的新剧进入30年代遐第9抓，也是中国大陆的做迄字是要安怎读？译直接读译就会使啊，做译。这第8条的译啦吼，伊即个是伫台日图书馆本身都收。好，多谢。好，咱请 Indie Sky。我要问的问题是，拄则迄我袂晓形容第几趴吼，就是迄个歌舞伎这3个字吼，东京的歌舞伎这3个字是念做歌舞伎还是歌舞伎？应该是倒一个较对？我想要请教这个问题。我敢若是读歌舞对无？对。这看伊正学文咯，看汉字哦，伊是毋是武技的技啊？嘿，因为伊迄是技术的技啊。武技嘛。所以所以我有条啊淡薄仔看无啥有啦吼。因为伫东京的卡武技是技术的技，毋是技术的技吼。卡武技，所以我嘛想讲，咱普通伫念歌仔戏，毋是歌仔戏，所以是毋是这应该念做歌舞伎？我是有这个疑问啦，请指教一下。我对迄个技术的技有一点仔疑问，因为讲到东京迄个技是技女的技，毋是手字边，是女性的女的边。我对这3个字有一个疑问以上。好我补充一个，那看正经的讲法吼，这个词应该是叫做歌舞啦。可能现代较毋知影讲较早迄个讲法，所以拢读做歌舞去。所以若要以正经的讲法，就是歌舞伎安尼。了解，感谢。以上就是因为即马大家看到即字汉字，拢直接要感觉啦吼，直接甲读歌舞。所以感谢 Indie Sky， 因为这感情嘛是为日本传过来台湾的款吼，这可能爱对日本的文化有较熟、较会了解。这个 Indie Sky 讲到即趴，我才阁想到要做补充。拄则小甲读的部分，就是头前迄句吼，只有无表啦吼，应该是一张表安尼。好，这个第3点的内容吼，有真侪迄个戏剧团的团名啦吼，还是讲研究会的名称吼，基本上这咱都无搁甲开课啊，因为这都爱看当事人吼，因的研究会还是讲因的剧团，因是安怎去读因的名称的。好。大家感觉还有啥物所在有要补充的无？我想要请教 Indie Sky 吼。嗨。迄个拄则读到迄个东京竹地即个地方名，恁伫遐敢有讲台语？竹地即个所在。阮有讲台语，因为是建筑，所以阮讲竹地。读册的时阵，读的系数就是建筑系看的建筑拢是讲竹，所以阮讲竹地。竹地市场，竹地。我毋知影变音的原理是啥物款，所以我嘛毋是讲真有自信。拄则咱讲到内容的时阵吼，拄则我袂记你有伫倒一趴有讲到内地
咱是应该是讲内地，还是讲内地啊？这我嘛想要请教，歹势，等到我来提出疑问，真实的意向。其实这个不管是内地还是内地，拢会使。哦，内甲内拢会使。哦，好，感谢了解啊。这就甲咱讲内容还是内容，这拢有人安尼咧讲。伊自己本身就两个讲法啦，内甲内。好，感谢。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好敢若无师傅要讲。好。拄则我读迄个第8条，我读是毋对诶，是 in the sky 安尼。伊讲着地，因为见着诶着是第4条。我第5岁伊是第8条。好哦。所以早梁尊讲见着迄，所以是爱见着迄咧。好。因为即个字你若讲见着啦，我讲见着即个词来就会查伊即个台语大词典伊本身是第4条，伊无毋对。若讲查古字，伊伫迄个日本时代单语名类集1895伊是受第8条。伫个甘威林台语字典伊是受第4条。佫看过来伫个教育部伊又佫是受第8条。所以伊正经有影较就我较。所以伫咱台湾人就是等于即2条拢有人咧讲啊。嘿，对，你比如讲见着，还是讲见着，这拢捌有人听过，我捌有人安尼讲。好，了解。好，感谢。好，那总讲若较我南部诶可能就会较悬条，来讲见着。较有迄个第8条，若较我中北部诶，可能就第4条，迄第8条都无。好，以上好大家应该拢读过一轮啦我想我敢会使来读一个。好。好，第4，阻害台湾戏剧发展诶因素。台湾新剧自从3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因为日本军阀发动7.7事变。甲太平洋战争，就开始压制有台湾文化意识的台语新剧。战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一切文化活动，爱配合因的统治政策，特别是语言的使用，都爱用国语北京话。对大陆引进大批中国话剧团到台湾表演中国剧本，台湾话剧就安尼无声无息。1947年28事件前后，也阁有兴趣研究的台湾文化界人士，差不多拢着看官方的面色才敢震动。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进入所谓的反共抗俄戒严的时代，台湾话使用只有存在伫民间，戏剧的演出一律就用国语。60、70年代，为着要贯彻因的国语政策。消灭台湾话的目的，连歌戏甲布袋戏都鼓励人用国语演出。电视剧中毋捌读过中国册的阿公阿嬷，拢煞着爱会晓讲国语。这个时期，国民党毋若压制台湾戏剧，连迄落日本人都毋敢想要消灭的台湾本土语言，因嘛利用文化政策的手段去甲消灭。80年代的后半，解除戒严令的甲东进以后。台湾本土的语言才阁开始恢复普遍使用，但是国语政策的病尾，只属乎20、30岁以下的一代未晓讲台湾话，也是变做国语比台湾话较好的国语人。40、50岁的一代对父母讲台湾话，对时势就讲国语。剩60、70岁以上的一代，才是真正的台语人。这种语言文化错乱的社会状态，伫世界上。也真罕得看到，因为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尔，语言也是文化表达甲思考方式的根据。详细观察台湾社会使用语言族群的现象，国语族群甲台语族群的文化表现、意识倾向甲政治归属认同等等，拢有真微妙的差别。针对要改正这种文化错乱的现象，推行台湾本土语文教育。可能是上基本的方法，
但是对一般的社会大众，提倡台湾本土戏剧活动，普遍进入学校、团体甲民间，用家己的语言演有关家己的代志，是大家拢做会到的。演员会当训练正确使用家己的语言，编剧会当适用家己的文字，观众会当看、听甲感受家己语文美妙的所在。透过戏剧活动，现代的台湾人，无论伫岛内还是海外，要促进推广台湾话、手写台语文的台湾文化运动，都有一种直接搁有效的方法通运用。因为戏剧的演出会使是专业性的，嘛会使是业余性的。60-70年前，台湾文化协会的时代，咱的前辈已经证明是做会到的。90年代的台湾人，环境条件拢较好，搁较做会到。问题是有热心要认真去做，也无意义。台湾人有要建国，但是台湾人的文化若无先养成起来到有家己特别的性格，文化上嘛也是别人的实命地。真正建国的路途，可能还有一大段通行。比如讲语言、文艺、美术、音乐、戏剧、歌谣，还是服装等等。若无台湾人家己的特色，往往就会伫有意还是无意的中间去认同别人的文化，走向共文共整统一的陷阱。建国要先建立家己的文化，建国的要件是政治、经济甲文化。文化若无先独立起来，经济基础甲政治意识可能随时会去依靠别个国家。因为任何一个族群的集体意识，是伫有形还是无形中，互迄个族群的文化引导认同的方向。有一寡台湾人会去认同中国，都是因为因已经大成认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好，我先甲读到这以上。敢若有一个字，你读的第3趴，就是伫446页的21趴，因为语言迄趴吼，下骹算起来第2段意识倾向，你敢若是读倾向哦，袂记啊？我读向无对啊，可能我应该是迄个倾啦吼，倾读本条去。我读做倾向，应该是倾向。好，敢若这字尔。好，感谢小嘉。好，大家敢有啥物要甲我掠包的无？嘛毋是问题啦吼，就是你拄则读的第2趴吼，就是咱规篇文章的第20趴，80年代的后半迄趴的第2段。但是国语政策的，你是讲病尾嘛？因为迄个华文是讲后遗症嘛，吼。若是我家己照字面来读，我可能会读后遗症啊。嘿，毋过我感觉你拄则读病尾，这是搁较水一点啊。好，以上。好，感谢。阿杨拄则有讲话吼。嘿，对，我歹势，我想要搁确定，就是你读的第1趴，毋过是伫446页，等于是上尾迄2字。我是无确定，就是消灭还是消灭，就是第4条还是第8条。好，安尼咱甲查一下哦，嘿。因为我中部人，所以迄个有当写第8条较无遐明显。好，即摆甲查起来是第8条，消灭。哦，好，多谢。OK， 其实吼，有一寡所在改成有一寡进前嘛，捌有人讲，就是讲有诶所在伊诶第8条会变做第7条去，甚至是读第4条，就是较低音诶安尼。比如讲食物件诶食啦吼，有当时迄个食就会变第7条去，真济第8条诶音吼。就我个人啊吼，第8条较无遐明显，甚至会当讲是无诶啦。伊有时会变第7条，有时就是读第4条安尼。这可能各地较无共。像迄个南部因诶迄个第8条拢足明显诶，这甲大家补充一下。所摆讲有当时咱咧查迄个字诶时阵吼，咱就爱去查迄个找台语吼，就要确定者到底是第8条还是第7条安尼。有诶字若拍惯势，就知影伊是第8啊第7啊啦。有诶若讲较清楚诶啦吼，咱就爱去找找看觅到底是第4条还是第8条。好，以上。好，咱对第5点来较看吼，第24趴，咱请伟克。好，看要读2-3趴拢 OK， 互你决定。好，安尼我读2趴好啊。OK， 好。
第5點，探討演劇促進台語文的可能性，影響台灣戲劇文化活動的發展，主要是政治問題。日據時代是安尼，戰後的戒嚴時代嘛是安尼，但是政治人物時常嘛愛利用戲劇活動去達到因的政治目的。這種政治掛帥，毋知誒戲劇活動，日據時代末期有所謂黃明鳳公會演劇天心隊誒台語話劇團，扮演志願兵，也是宣揚這種迄類灌輸侵略思想，做日本統治者誒宣傳工具。佇反共抗俄的時代，嘛由國民黨領導演出呂惠干，也是延平王復國迄種做反共大陸夢的台語戲劇。近來佇台灣為着配合民主改革運動，時常有針對批判政治腐敗為題材的街頭劇的演出，佇海外台灣同鄉集會的場合，嘛有類似的演劇活動。這種政治掛帥的戲劇活動，雖然會當證明戲劇是真好的宣傳工具，但是政治掛帥的演劇要達到有文化水準的程度，是有伊困難的所在。反倒轉來，有時嘛會變做戲劇發展的毒藥。戲劇的活動是一種用語言為主的綜合藝術文化的表現，用演講式的說教式，是直接宣傳式的方法，演出真濟題材。攏真歹達到真正有戲劇性的戲劇。戲劇性是演劇的靈魂，無戲劇性就無趣味性、無藝術性、甲無想象性。政治掛帥的戲劇演出上大的特點是主題明顯、情簡單、善惡分明，觀眾免看完嘛知影結局是安怎。若是演員無舞台經驗，要演出這個種，伊寫倒擺吼是寫應該是這種的宣傳，嘿，對對。多寫。若是演員無舞台經驗，要演出這種的宣傳劇，就會變做無戲通做，就是無戲劇性，閣要強做戲的情形。也是觀眾只認同題材的主題意識，甲演員本人演了好歹攏無關係，迄種非戲劇性的反應。以上。好，感謝偉克。有幾個所在吼，先來補充。第一個所在，拄則偉克有講到伊較毋知影迄個字吼，叫做政治掛帥啦吼，迄個讀帥吼，元帥的帥。過來看後一句話，日本時代末期啦吼，迄字讀末，這個字本身有兩個音，一個是 H 的，一個是 T 的，攏是特別調。佇個這個文章內面，講的這個末期，就是愛 T 的這個音，末。過來看落來，對末期遐吼，甲算落來第四節，呂惠干啦吼，迄個惠，惠類的惠。呂惠干。好，過來咱來看後一拍，就小可迄個變調的問題。為下骹上尾算起來第三節，就會變做無戲通做。對啊，話叫有讀變調，變做無戲通做。這個所在，我會就會讀本調，無戲通做。安尼，以上做一個補充。第25拍，尾算起來第四節吼，咱冊頂懸吼，拄則話客有讀到的，舞台經驗要演出這種的宣傳劇，這種的伊個各種寫倒擺去，大家會記得甲考起來。
好，以上咱佫继续刷落读。那心敢有方便？好，那心要读的对26%开始啦吼，啊26%有一个所在有欠字，甲大家报告。哦，头一抓男女爱情是任何世间吼，这个男女爱情后壁爱加一个啊是任何世间，嘿，加一个啊，吼，还是呀，再看大家的关系安怎读。好，好，我读3%好无？好 ，OK，感谢那心。好咧，戏剧要表现政治意念、社会人生、男女情爱，还是任何世间发生的代志，拢无限制。要爱有好的演剧，先爱编写好的剧本。要写好的剧本，爱先知影构成戏剧的基本要素。好的小说家无一定是好的编剧家，虽然因拢共款真够搬用文字去做表达的工具。一个好剧本，毋是干那要互人做字面上的欣赏而已。剧本中的台词爱口语化，符合角色的身份、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甲个别的性格等等。迄个角色伫舞台顶才会真，才会活。换一句话讲，写作剧本以前，爱先了解啥物是舞台演剧的条件，要写互啥物款的人演。啥物款的人看，目的是啥物？同款的原则也会当应用去写电影还是电视剧本，但是因为电影甲电视中主要的角色无一定需要讲话，所以甲舞台剧本用独白还是对话为主的形式无啥共款。啥物是好剧本？有时是要看迄个剧本有舞台化的可能性，啊无，有时是爱看迄个剧本有符合演出的目的，啊无来做标准。所以真侪业余性的演剧，并毋是为着艺术，是为着某一种目的。剧本对因来讲无啥物好歹的分别，但是当咱要运用演剧即种表演艺术去提升台语文运动普遍化的时阵，编写剧本就要特别慎重，因为这是有理想、有目的，并且带有推动台湾文化的使命。好，到这。好，感谢那心替咱读3%。我无啥物问题，大家敢有啥物所在想要提出来讨论？迄落我想讲要请教大家吼，咱即个文章内面吼有讲到即个独白，你想讲伊是毋是都是口白的迄款意思？因为我迄落用独白即个词吼，去用华语查吼查找台语，伊造出来的即个台语的讲法，就是讲口白安尼，简单补充一下。好过来剩3%吼，29到30，咱互即个 Indie Sky 敢有方便？好，我要来开始啊。好，请。由演剧的过程、剧本、演员、观众是单数到多数到众多数的性质来看。演剧是大众媒体的一种，而且每一个过程拢甲语言的使用、表达、感受、反应有直接的关系。若将剧本看作是教材，演员是教员，观众是学生的时，剧本的重要性就真清楚。若是有真侪有写作经验，也是对戏剧有兴趣的人，投入去编写真侪台湾话的剧本。若是有真侪个人甲团体有兴趣去演出迄个剧本，
观众的来源并毋是问题，因为看戏是人的本性之一。好，感谢 In the Sky。谢谢。好啊，我听无啥物所在需要甲你补充的。嘿，咱着进行最后一趴啊，最后一趴，家己报名，敢有人要报名要来读最后一趴？哎呦！好，我惊，虽然短短，我惊，等下读到一半就当煞。哎，无要紧，咱即摆你紧诶随先读啊，我拢莫讲话。好。由台湾的传统戏剧甲新剧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现在伫台湾的政治社会环境甲经济条件，是台湾戏剧搁复兴的上好时机。互台湾话演剧诚做促进台语文的可能性，变做无需要争论的问题。问题是有偌济人投入，有偌济团体机构资源，会当有支持甲坚持偌久。好，以上。好，感谢阿杨。咱这两篇文章吼，总算甲读互完满啦。今仔日的时间。因为文章较长的关系，就有去签着，毋过无要紧，我想讲，咱嘛是爱来进行咱最后咱讨论的部分。这两篇文章呢，咱头一篇是讲到这个台语漫画，第二篇是讲到这个戏剧啦，伫遮想要听大家会讨论啦，看你有捌看过什么款的漫画，还是什么款的戏剧，台语的，会当大家尽量来讨论。咱时间掠伫个11点半进前啦，好无？敢有人要来分享一个？无我问大家，敢捌看过迄个《花田一路》？有看过迄种看诶，日本诶漫画是你甲我推荐诶，真正足好看诶。若是有趣味诶朋友，会使去 YouTube 敲找一下，因为总共是30几集对无？36或37袂记啦。一集拢20几分钟，你靠头前迄唱歌，后壁唱歌，其实一个影片差不多无到20分啊，我就通看一个故事。其实内底台语我感觉讲了，配音的人伊迄个应该是有先写剧本起来，因为毋是迄款华语直翻的迄款台语，所以你听伊讲台语时阵讲了足水气，而且伊是一个囡仔嘛，公司是迄个樱桃园伊嘛是有台语的配音嘛。毋过你爱看时间到紧去甲电视拍开。若是时间较无法度固定看电视会使去照做花田一路好看。好，以上。对，我记得我捌看过花田一路啦一路啦是我做囡仔诶时阵迄当阵介绍嘛是上课诶时阵老师就有放一出诶迄个漫画。伊当阵看嘛，足笑开诶，伊每一集拢有伊家己诶故事伫 YouTube 拢敲出来着，大家当有趣味当去看觅。另外有讲到咱今日读诶文章讲到即个戏剧诶部分，若捌听过我之前伫个别位有推荐诶即个戏剧啦，是讲伊诶剧情有诶人可能介意，有诶人可能无介意，毕竟拢是较社会化诶迄款剧情啦一出就是较早民视捌拍过一出或者意难忘，另外一出是搁较进前伫个台视有一出迄个罗马教授，即个罗马教授主角就是咧讲即个林建良较早捌甲人佚佗过伊诶故事啦尾就龙珠回头嘛，就去做即个大学诶教授安尼。我讲诶就是讲你若甲看即个罗马教授因为伊诶设定诶即个年过诶背景拢超伫即个1970年代迄个时阵，伊真侪台语拢足水气诶。咱即马甲看是算老演诶啦毋过伫迄个年过啦迄个年过来讲是算少年辈像迄个杨烈啦搁迄廖尊啦伊嘛是拢伫个即个罗马教授即出戏剧内面。应该嘛是算配角啦，毋过因诶迄个演戏诶部分也阁诚济大家当听一寡遮老演诶遮个艺人因诶台语实在真水气伫内面诶嘛当拢学着
加加减减啦吼，拢会当学着一寡台语词啊。我个人嘛是真侪台语词嘛是对遐学来的安尼。对啊，我是感觉真可惜的，就是读的文章内底嘛有讲着吼，即马有真侪迄款所谓的台语剧，吼，因的迄个剧本拢是用华语写的，所以演员伫咧讲迄个台词的时阵，都是因着照华语的迄个字面安尼直接甲伊翻。其实讲实的，尤其是即几年的迄款8点档啊，我感觉因讲的台语有当时我听了会感觉足奇怪的。吼对啊，我知影讲阿阳佫无去啊。我知影阿阳以前拢有一个看8点钟，以前咧逐暗8点到10点拢讲我要看电视，小等一下安尼。我毋知影即马敢有佫有咧看，对啊。若是我毋知影，若是讲白白是要看台语的剧吼，我是较建议去看以前的啊，因为即马咧播的遐个戏哦，你若是要学台语，可能。OK 啦，当做背景的声来听是 OK。毋过你若是真正是想要学一寡物件，还是听迄款较水气的台语，以前的会较好看啦，嘿啊。这拄仔讲的这事实啦，因为就是讲，我毋知我偌久无看8点档啊，像面试啊，是讲3立的啊吼，因咧拍这8点档，我毋知偌久无看，因为啥无看，就是讲第一，这个剧情袂刺激。过来就是演员吼，伊个台语吼，伤过生疏啦，吼，就是讲咱若来看吼，较早的一寡8点档吼，迄戏剧，因演员咧讲的台语啊，甲伊字幕虽然是拍华语的无毋对，但是伊讲出来的迄个台词，甲伊字幕拍起的迄个台词，迄是完全意思是相共，毋过字是完全无共哦。就是讲我较表达迄个意思啦，吼，就是讲。较老演辈吼，因为台语真正是无亲像讲即马演员咧背台词拢一字一字落去读甲翻。较早老演的吼，佮有一寡美角啦、技巧啦吼，伫咧内面。我知影你的意思啊。譬如讲，若是迄个演员啊，讲吼，伊拢伫咧遐乌龙说道，吼基本上迄个字幕啊，伊可能都用较华语的词来甲伊拍迄字幕。嘿，对。你就袂用所谓的迄款台语汉字来，伊袂安尼写，黑龙转拙吗？其实我嘛是想要推荐讲，大家若有机会吼，会使去看舞台剧啦。毋过现此时，我知影有讲台语的舞台剧，就是浙江剧团的舞台剧。因最近毋是要出。这毋是广告文哦，毋是业配文哦。我是推荐啦，因为我捌看过浙江的一出舞台剧，所以会使推荐大家去看，因为都是讲台语的啊，嘛是对即个剧团的制作佮有导演演员真有信心嘛，嘛真介意因，所以大家会使去看一下。真干条件第8集要出啊，敢若票即个袂煞啦，所以。若是有机会会使去看，嘛是袂歹啦。好，以上。现场朋友敢有啥物想要表达的无？无拢听我甲小家咧讲。也是有啥物推荐的啊，拢会使啊。其实我感觉，若是有会使佫推荐佫较济台语的漫画，我感觉袂歹。为漫画开始看。我常常想到有一出叫做迄个魔法阿嬷，迄个阿嬷是文英阿姨配音的嘛吼。是咱台湾人，咱台湾家己制作的嘛，吼，对啊，这嘛是这魔法阿嬷嘛是一出真好的这个漫画，嘛是希望讲咱台湾漫画吼，伫个漫画这块吼，出去会当有真好的一个发展，安尼。当然，日本的家己发展漫画已经足久的历史啊，吼，希望咱台湾嘛会当渐渐对着日本的这个脚步。甲即个漫画甲做起来，即个产业啊，吼，甲做起来安尼。好，In this sky 有举手，咱请 In this sky。歹势，我交了1分钟吼。我想要表达一个我对即个漫画即个事的，阮听起来的迄个感想甲意念。漫画是静态的，其实伫日文都是静态的。若是看到迄个影片的，阮普通是叫做录画。若是录画要翻做台文，应该是动画啦，会叮当的画。
我毋知影安尼是毋是会影响咱未来对台语要安怎去区别即个无共款的即两种内容，因为这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有一个词，阮日本是拢伫讲即个落牙是用anime啦，迄就是 animation 的即个英语翻过来叫做 anime， 所以有当时咱台语会使用迄个外来语嘛，所以我提出即个想讲我超过1分钟歹势。无要紧。提出即个疑问，就是讲，咱对咱未来台语的发展，伫互伊的词更较丰富的时阵，咱要安怎来贡献？我想讲，对即点来切入，即个主题，提供大家看会使来指教一个，以上。好，感谢 In the Sky 的即个真好的即个补充甲说明啦吼。头早 In the Sky 有讲到即个有分伫日本也有分静态的，就是叫做漫画。若是讲动态的吼，即个动画的部分就叫做 anime， 还是讲即个落画吼。咱即摆看电视吼，就遐个所谓遐个漫画，可能顶演的吼，因就敢若一种迄个词，就是漫画，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的。漫画即个词嘛是你阵较早传入来咱台湾的嘛吼，也是一种外来语。讲起来，咱台湾话的外来语实在介济啊吼。外来语伊入来了，拢有一寡甲日语咧用的迄个意思，会了有前差。吼，比如讲 kimoji 就好啊。日本讲的 kimoji 甲台湾讲的 kimoji 可能就无啥共，这我所了解是安尼。好，感谢 In the Sky 的补充。拄则迄个讲到落牙这个词吼，其实我会去想到咱台湾吼，迄个顶仔卡有无？吼有诶人就是会甲迄个会做铁门起来动起来有无？伫顶仔卡，伫顶仔卡下骹迄吼落牙，起落诶另外一种讲法，会讲落牙，毋知大家捌听过无？咱若是有分享即个台语诶网架，吼，即个网联，抑个即个台湾剧团吼诶，即个网联，伫个面册下尾种页，叫做海岛演剧真，大家有趣味会当甲看卖下咧。好，感谢若心诶分享，真感谢。咱时间吼也已经来到3:33吼。先到遮好啊，因为嘛伤晚啊，明仔载可能大家爱上班，若无，其实真有真侪我来讨论。我讲我袂讲着歌戏甲布袋戏咧。有影。我讲着若讲着布袋戏，我较早嘛真正做爱看吼。毋过吼，若有时间吼，则参大家好啊讲一个安尼啦吼。好啊。好，今仔日是赤北风山剧第一季第15集，感谢大家参加。咱后一回的读册会的时间是10月24，同款伫咱 Twitter Space 暗时9点半，咱准时来开节目。好，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下伫遮甲大家讲一声晚安，大家再会。晚安，再会。拜拜，再会。拜拜。拜拜。今仔日的语词：自家、行销、情角、山歌、歌舞、歌舞、左翼、乐旗。